大家好，今仔日是咱台湾小记第500集的特别节目，由我小嘉甲阿明来替大家绍介。哇，安尼正经爱感谢大家甲阮支持甲放送呢。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小记是：有毛的食到脏水，无毛的食到秤腿。后壁还有一句：有脚的食到楼梯，无脚的食到倒规。这小记就是在形容一个人小贪甲足含的程度，一斤一角拢袂见老高。讲到这吼，我就想到有一个捌做过馆长的人，因为我的高phòng抓到伊卡到的刑事案件，迄个刑期计强起来超过400年呢。啥物？这么恐怖？是啊，伊在这个时受人的诱，利用天灾了后零件的工程。甲厂商摕什么奖？夭寿哦！这款救命钱嘛要贪，够侥幸的呢。就是讲，好佳在天公伯啊有目睭，终其尾嘛是互伊接受法律的制裁，无去互伊选去。你敢会记得咱之前有一条小记，甲咱今仔日介绍的有相像的意思啊？有哦，就是你讲的迄句：一铜一铁，一甲阿鲁米啊。哟。就是这句，真侪人为着感情的利益，会用心计较，甚至去做违法的代志。嘿啊，毋通想讲你做的代志拢无人知，因为鸡卵密密也有香，到落尾嘛是闪袂过法律的制裁哦。好，以上就是咱今仔日甲大家介绍的小记，感谢收听。感谢收听。